察大声喊卡冷静的，另外一边拍到机车拢倒落啊，普测店破坏王船出巡。下晡新桥顺便安坐，并甲各交杯警伫海岸路西桥，线想袂到发生桥班人员因为吵喊的误会爆发冲突。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，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联再先转去，所以就是要吵翻，但是对方无同意听讲。在讲的时阵，两边讲了无拄好，安怎有起卡动手？因天气炎热，不耐酒后发生肢体冲突多事件，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多罪嫌带回侦办。好佳在代志有顺利处理，回国即颗相隔180吨的石顶，铁主450万打造的乌色地王基王船，载着信众1万外份的添载品，计时一到，伫渔光岛送王，消化王船的周围，还有超过30顶新桥护持，吸引大批信众来围观。但过伫出旁的情节桥，敢若互人讲王船石不存在。内底所需的是王船石，绝对有这物件，绝对有。讲无的人，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，我绝对同你宣讲。其实清代以前记录就是有普济殿就有送过王船，就是一轮就是180年，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劫难。他就是用这种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，然后所以说他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刻意。普济殿王船石丢避一冬外，一路行来风波不断，济庙方人员志工拢伫咧替历史留下一笔记录，互信仰文化传传落去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